市府社会局新上津贴的标准，过去无纳入后头厝的财产，被监察院纠正违反两性平权。结果今年纳入后头厝的收入以后，造成侪新上者领袂到津贴，因此纷纷来向民意代表来申请。我要去请，阮阿妈要请，我是调我市大人来你就计算就好啊。即摆毋是，我调我市大人无毋对，阮某就爱去调阮兜，调阮丈嘛，调伊娘家的市大人来算。我跟你讲，拿安尼落去，大家拢太调去啊。娘家的现金存款以后敢会一个月5000块互阮，啊，娘家的财产干我们什么事？啊，我感觉这个审核的标准啊，非常的无公平哈。我们要出什么呢？一个月加遐钱啊，就无到7000块啦，规个月生活是安尼啦，对无？所以讲真正雪上加霜啦，可怜啦。对此，台南市议会议员无分哪力，上午邀集市府的社会局、甲卫福部社会署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寻求解决的办法。甲因这双亲吼，的一个财产吼嘛安尼计算入去，吼啊这安尼影响到伊吼，就有那非常的大。真济吼，这安尼身上的朋友吼，就安尼就无通过啊，吼啊因这吼身上的生活津贴吼，就安尼。得爱促销去啊，就直接把所有的太太的娘家那边就直接推定阿弟的含义的是，互相之间的是有互相的依存抚养关系，这是唔对的哈。身障朋友怎么去照顾？我觉得我们政府做的已经是不大够了哈，又在这个身障津贴这么微薄的这个金额上面又去苛刻我们的身障朋友哈，我想。这个已经失去了照顾这个身障朋友的美意哈，不管是我们社会司或是我们地方的社会局，能够从宽去认定这样的一个状况，让我们所有的社会福利能够符合条件的人，他们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期待。将社会弱势的一族啦，伊需要政府长期先给咱帮忙，结果恁阁无法度甲帮忙，恁政府什么路用啦？对此，市府社会局主任秘书主动回应，新上津贴并无来取消，只是过去县市合并以下放宽的标准，现在被监察院纠正，只有回归社会救助法的保法来办理。我们的身障津贴不是取消，而是今天大家在讨论的应该是我们身障津贴在审核标准上的一些异动，倒不是身障津贴取消哈，这个我要先说明。那第二个是说。我们今天在审核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我们在县市合并的时候，因为原台南县的我们自己台南市的跟原台南县是属于比较宽松的，那我们还是当时是采行台南县的模式继续来运作，那已经大概10年了。其实在这10年中间，我们台南市的审核标准是比中央以及跟别的县市要来的宽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